中华庄落这大水河，和埔心甲鹿港公寓地下室拢传出淹水的灾情。大家呢是拼暝工咧抽水，今仔日才总算有法度入去到地下室的表萨。有一寡浸着水的车辆，即马嘛赶紧请人来甲拖好走。当地居民讲，这损失是真歹估算的。 六台抽水机无停，就是要赶紧甲地下室的淹水抽干。鹿港镇因为西北大水河，造成不少公寓的地下室停车场淹水，其中复兴路的大楼地下室的水已经抽干，住户赶紧请拖车来拖浸水车，但是中正路的大楼到中岛进前，水也是抽袂离。之前有淹一次淹到脚踝那边了，又怕再淹起来。对啊。那时候我们地下室大概有6、7名住户也开始在移车，那就是大家。 团结帮忙，4台汽车，9台机车是来不及上来，都完全灭顶泡水。除了鹿港镇埔心乡嘛有大楼的地下室淹水，物件因为淹水全部乱糟糟，居民无用整理环境，损失歹估计。车顶啊，我的车嘛拢淹去啊，3台欧洲摆拢去啊。 人一刹那的水安尼冲来5分冲落来安尼啦，哦，你真够恐怖的啦！中华即届受到风台北的大水河后，侪乡镇4界拢淹水，除了住户无用摒厝内，昨淹水严重的鹿港老街，今仔日侪店家嘛拢无营业，先整理环境，都望雨莫阁继续倒落去咯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